大家好，我是高辉老师。今日要讲的是用台语学音乐基础乐理。音符，音符有分做2分、4分、8分、16分、32分、64分，搁有全符号、歇困符号、2分歇困符号、4分歇困符号、8分歇困符号、16分歇困符号、32分歇困符号，比例上亲像咧测试课共款，一直对半切开的意思。这是即个图，互大家参考。测试过的概念，音符对称。初学者会用到的歇困符号有啥物款呢？有5种，有5种，最主要有5种。第一个是全歇困符号，第二个是歇困符号，第三个是2分歇困符号，第四个是4分歇困符号，第5个是8分歇困符号。这5个符号拢是常常在用的。咱要来讲板料，板料有分做2个板料、3个板料、4个板料、6个板料。第一个是强，第二个是弱。板料就是节奏意思。咱来看谱号，谱号第一个是高音谱号，就是咱观音常常在用的。第二个是中音符号，这是中音的品仔，也是讲，中音的乐器咧用的。咱会当看到这3个，第一个是5个真数上的升降记号，有中降记号、降记号、本位记号、升记号甲中升记号。第二个是中伏记号，是一直中伏的意思。第三是定定会演奏的记号。咱来讲升降记号，第一个上倒边的是升记号，即个是，比如讲哆会变升的哆，还是瑞会变升的瑞的意思。降记号是中央即个降记号，譬如讲，你若是咪，伊会变降咪。C 会变降 C。第三是本位记号，譬如讲，本来是升的哆，伊还原了后，伊会变哆。多谢大家。